相信大家都知道，耶穌用5餅2魚為超過5000人充飢。首先簡單重溫呢個神蹟故事，係記載喺馬太福音4章13至21節。群眾喺野外聽耶穌講道，至到晚上，門徒本來想叫群眾返屋企食飯，但係耶穌話要為群眾準備晚餐。當時群眾中只有1名小孩，有1份嘅食物，就係5個餅同埋2條魚。耶穌攞咗落嚟，就向天祝謝，將餅擘開，叫門徒分俾群眾。呢5餅2魚就餵飽咗超過5000人，剩低落嚟嘅零碎收拾起嚟，都裝滿咗12個籃子。而家睇下呢個聖經魔術點樣類似5餅2魚啊！魔術師台上有一個硬幣，代表小孩子嗰份嘅食物。將鏡放喺硬幣前邊，睇嚟就好似有2個硬幣，一個係鏡中嘅反應，係假嘅。將鏡拎開，仍然只係得1個真嘅硬幣。門徒同耶穌講：我們這裏只有5個餅和2條魚罷了。佢哋覺得太少，根本唔可能餵飽咁多人，顯示門徒嘅信心不足。呢陣時，耶穌就望天祝謝，魔術師就將鏡略為提高，並向後移。觀眾再次睇到2個硬幣，魔術師將鏡向邊拉，鏡中嘅硬幣瞬間變成真嘅。魔術師就係咁樣複製咗1個真嘅硬幣，就好似將5餅2魚複製咗一樣。當我哋將只有一點點交到耶穌手裏，佢就能夠將佢變成超級多，甚至用不完。點做嘅呢？